代表国家到美国留学，成为台湾第2位对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胡佳琪，除了是台湾之光、台南之光，28号伫父母陪同，嘛以杰出校友的身份回到母校德光高中，捐出伊第1份军官薪水来感谢学校栽培，场面相当温馨。一路上，指导伊的导师甲主任嘛拢出面欢迎，学校各社团干部嘛致赠纪念品。相当骄傲，咱拢是德光的一份子。就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传承，因为2个姐姐也是之前把第1份军官的薪水，捐一部分给自己的母校德光中学。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行为，因为母校栽培我们这么多年，我也是6年直升德光中学。那我非常的感谢德光提供给我这么多的机会，还有栽培，成就了今日的我。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回馈社会、回馈自己的母校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的一个作为，所以我非常感谢。我家三姊妹拢就读德光中学6档，将宏伟的教育甲国际游学的舞台，互伊不只是课业，更自信行出家己的路。所以嘛，走出勉励学弟妹下定决心，勇敢实现家己的梦想。那最重要的是给我们平行移动的能力，并且扩展我们的国际视野。想要跟学弟妹说的是，可能在一路上这6年来在德光中学这些求学的路上会有很多的困难，会有很多的挫折。那当初我也是有很多的彷徨不确定，但是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，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到，那就可以慢慢的逐梦踏实。培养国际人才是德光中学多年来主张，所以前校长甲现任校长乐以我家3姊妹为骄傲，见证德光多元平衡的发展才华。特别的祝福哈，我想胡家哈，他们3个孩子，3个姐妹，都给了德光6年，那这一路成长，你看到了胡家的教养。我们也该跟你父母学习，真的是。那我们学校好多国际的活动，觉得胡爸爸、胡妈妈真的很有远见。在学校呢，从他国中开始就参加了中山团，还有呢爱尔兰团，还有很多的苏格兰团，都是跟着学校到外面去见识。那另外呢，校内的一些活动，他也就是参加了很积极，代表学校去参加演讲比赛啦、歌唱比赛啦，甚至游泳队、田径队，哇，那真的是各项的才艺竞赛他都有涉猎，而且呢，都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学习，真的，佳琪，我们以你为荣。胡佳琪的表现，除了为家己、为家庭，嘛为母校甲国家争取上好的荣耀。今日新闻，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。